如果打仗可以揾返我哋人民嘅自信，等嗰啲有權有錢嘅人唔好喐啲，就以穩定為借口，打壓我哋粵人應該有嘅話語權，出返啖氣，點解唔打仗？如果打仗可以揾返我哋長久以嚟俾北佬普通話壓抑而失去嘅漢民族自信，點解唔亮劍打返場？如果打仗可以等高市早苗呢個婆乸收聲，唔好再狗仗主人勢，點解唔打返場？如果打仗可以等美國佬同特朗普知道自己唔係大晒嘅，華人特別係粵人係需要有講嘢嘅自由嘅，唔好喐啲就揾藉口嚟吊銷我哋嘅綠卡。粵人南方人同北佬北方中國人有根本嘅唔同，我哋上一輩嘅祖輩用生命同血汗嚟建設美國，你特朗普唔能夠一棍就打死我哋中國人，特別係粵人，話而家嘅中國人都係嚟揾美國着數嘅。抹殺我哋南方中國人過去同現在用生命同埋血汗建設美國嘅事實，冇咗勤勞嘅中國內地人民同全世界嘅華人，你哋美國人會寸步難行。請總統先生一定要識得區分中國嘅兩種人，況且北方嘅富二代官二代嚟美國都係投資啫，同樣冇你所謂嘅揾美國着數。你可以隨時驅逐佢哋返嚟中國，將佢哋99%嘅財產用返嚟建設中國，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飛仔哥會舉雙腳贊成。點解美國人可以咁無恥，始亂終棄啊？係咪有諗住排華？點解北佬可以咁霸道，隻手遮天啊？因為呢個世界出咗嚴重嘅問題。只有打仗可以令佢哋知恥而後勇，